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外婆最近牙齿疼，今天带她去看看牙齿。说明我的这个牙齿啊，种了3年半了，复查过1次，今天是第2次复查。现在这个牙齿的价格真的是跌得厉害。我那时候种了这一颗是4999，5000块吧，就是1颗。我丈人上周去种了5颗，和我一模一样的，才花了1万左右，都是质量不错的，就是你种完之后做核磁共振不会有影响的那种。今天去看看啊，过了3年半，嘴里用的怎么样？来套套清伤，不知道今天要不要排队哇？不过我已经预约过了，让拜哪个名字？我帮你压孩子。外婆戴个头套真的蛮年轻的，完全看不出83了。再等等啊，拍片随得为5个人，人上难。觉得问题能够解决，稍微等等也不要紧。哦，理想位于10个点8的，乖乖。我们那个班也报了我的。刚刚问了这里拍片的小护士啊，这边一天平均要有130到140个人拍片，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啊！所以大家真的是要从小保护牙齿，一方面减少你的痛苦，另外一方面可以减少你金钱上的开销。来，老婆吃点事。终于轮到我们了。来，阿姨这边坐啊。莫院长，又是1年不见了，是吧？牙齿又痛了还是怎么了？莫院长，就是我舅舅跟我说的是，这个牙齿需不需要拔？就是我外婆拔了之后，她怕她的假牙就套不上去了，但是不拔她又疼得睡不着。可以拔掉，拔掉呢，今天就给你在假牙上面再给你加一颗牙齿，这样的话你假牙还能戴，它还有力量的，啊，就好吃了。然后回去呢，给你拿点消炎药，还有止痛片。消炎药必须要吃，搞得蛮清爽，拔脱子不痛着，而且钢牙齿完全可以打。2年前我已经建议他拔过这个牙齿，所以熬到现在还是这个牙齿还是保不住的。Later， 弄孩子玩，一个礼拜测试，这里想痛。在这儿观察10到15分钟，等会再走啊。今天都结束了，现在要把外婆送回家。回到家了，自己的牙齿今天复查下来也没什么问题。下面的种植体，因为我年纪轻嘛，不会有什么骨质疏松，所以种得非常牢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只要保持每几年复查1次就可以了。还有个朋友们，这张视频就带给大家，再会。